汽机车、脚踏车，佮有充电电池哦，这互共享经济应用是真成功。台北捷运甲业者合作，规划要伫117个捷运站推出共享雨伞。8月开始哦，雄雄落雨，民众就算袂记起载雨伞，捷运站无雨伞通走咯。 热天过头高落西北雨，出捷运总讲雄雄落大雨，佮无载雨伞是真麻烦。即马台北捷运特别和厂商合作，推出租雨伞的服务，1点钟19块，一天上济39块。民众的看法是无同。一支雨伞啊50块呢，啊你租1点钟有19块，啊若租2点钟就买一支雨伞。价钱无贵，无贵。价钱无贵，那这是你敢会接？可以租。 台北捷运表示，共享雨伞这个服务按算伫8月起行，伫全系统的117个捷运站，拢会设固点，通解决民众临时需要雨伞的需求。即马共享经济已经愈来愈实行，除了政府的共享脚踏车 U-Bike， 或者是民间的电动机车，打连雨伞拢通租。学者就表示，其实共享经济的物件会愈来愈多元。所以共享雨伞这件代志是会互雨伞的资源充分的利用。 和共享经济这个资源个概念呢，嘛会使帮助这个环保。共享经济物件就是即马愈用愈多，有一寡物件是无啥适合，但是除了汽车，除了这厝内底房间以外咧，咱身边其实阁有这个物件都会使摕出来共享。也若捷运常常捡着民众落去的雨伞，经过一段时间无人来拎，就会转做爱心伞，提供旅客雨来的时阵会当摕去用。捷运讲，这部分伫共享雨伞实施了后，袂受到影响。记者柯高山、小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